全部废功夫，我终于也得到这个计划书了。然后，来，这，先生，拄只恁公表叫我去是讲什么呀？你知？讲叫我着甲你参详啦，将来你甲韩英头一体生的囝，都爱传我克鲁家的香烟啦。哦，是安尼啊。哎，有恁人拢是安尼生，这件大项代志拢无想要赶紧甲办落好，想一寡遐无关紧要的小事情。老虎，拄恰我有听你提起讲要看这个出兵的计划书，小婿认为讲何必急在这个时阵呢？哦，是安怎意思？这次要对明朝出兵，我认为讲应该爱胜，不用失败。除了我甲韩英以外，爱20名的兵将，40万的佣兵。这你放心，老夫早就准备好啊。哦，对啦，大虎。你打算是什么人要为统兵马大元帅？大王已经命郁力良为元帅，大概搁半个月就到定天府啦。郁力良。较好。我认为讲，等由郁力将军来，你咧必须要得胜，就要相处人心。你为要表示对郁力良信任器重，就要等于郁力将军到位，再甲伊商量这个出兵的计划，才免互伊讲怀疑讲你是为着自己的女婿伫咧袒护呢。现在你考虑安尼真对哦。无照你的话进行就好，也是讲。大明的天下，咱若得过手了后，江山富贵拢是咱王婿的。郁力良伊唔免想要孝上半点的便宜。多谢老虎。咱搁再行棋，继续，搁再行棋。大哥，诚久无看啊吼，你做困好无？你是啥物人？无你目选哪歹，喊我你也袂认的哦。我着张公伊。原来你是张公，我就是倒位走来一个懵洞吼，竟然甲对面小妹无礼。大哥啊，你是咧后白讲什么啦？张公，我甲你讲，对即马起，你若是搁大胆敢甲阮小妹斗阵，我着对你无客气。大哥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听的啦，等你啊歹要创啥？哼，一个小妹啊，尔就安尼洋气地地。安怎？你目睭青紧紧要创啊？大丈夫人子汉呐，明人无做暗事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伫我吼还袂名正言顺去恁楚家带江手来做某以前吼，我莫来找伊，安尼会使袂？江手，我吼无爱甲你这个无讲情理的大兄加讲话啦。我转来去叫媒人，甲恁阿爸求亲。
咱后日再搁斗阵。刘公，刘公啊！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啦？江秋，虽然咱是武林世家，一向不屈俗礼，也毋过，你若是去介意着别人，大哥拢会用免管，只干那张讲伊例外。大哥，人伊也无领你啊，你谁人哪就安尼分你啦？伊甲柳霜天两个是结拜兄弟，其心叵测，故意装出一个忽得忽有的模样，互咱无法度通去注意，暗中也通去做一件大阴谋，所以你知无？我唔知，我只知影讲你想要甲阮两个拆散。你偷花娶妻。人伊张公根本是一个好人，虽然伊去拜大哥是柳霜天，但是伊根本也无利用我啥物啊啦。其实我甲你讲，人阿娘真介意，伊要将我去嫁予伊，你较莫管我闲仔事啦。你也是去找恁迄个盗车温玉凤，哼！林叔，敢不是大小姐？林叔，大小姐，你哪会走来这的？林叔，我想要入来问内面的师傅，看联络的时骨
是放在什么所在？对我。莲藕，莲藕，莲藕咧，这。莲藕，你说，原来莲藕伊无死。无伫铁汉英，伊一剑无刺着小姐要害，也也好伫老师傅，伊是一位在世花童，小姐才会当细里多生，保住这条性命。那呢？是真吗？老师伫咧讲，伊着爱过2天才会正视。莲藕，不怪表姐啦。你若不是带我出家，也袂到这个顶天府来，境到尾伤到这样严重，差一点仔连性命都保袂住，表姐对不起。大小姐，这代志也袂用咧怪。小姐伊会受到铁汉英下这款毒手，完全是因为伊嫉妒成分。已经死了，个柳霜天心肝内还阁伫咧想，伊根本就无将我当作是个某囝看待，我对伊还阁有啥物款情？真是安尼，那安尼阿舅也是会当放心咯。阿舅，我拜托你去找迄个人，找有无？啊，找着啊，找着啊！我今日来这个所在，就是要和你甲三位见面，也毋过惊你到时候心肝哪软，所以要甲你问一个清楚。我伫咧柳霜天的心目中，竟然会比一个死人搁较不如。我铁汉英死人，从来都毋捌受过这款侮辱。你毋免搁再担心啥物，我今麦最大的心愿就是低调柳霜天。我爱死点伊家己设的款套。这话是怎样讲？无啥物，阿舅，为着我恨柳霜天，你也无希望伊活。只要会当将伊低调，别项代志，你一切莫过问，好无？好好好，好。三位。伊若住喺敬天府，只干阿舅阿甲有熟悉，其他人拢唔捌。我这个妙计一定会当成功。上天，你死定了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楚老爷爷，我踮要和尚着小叫去管的时阵，你
曾经在暗中帮助过我一臂之力，当时我就对你有淡薄怀疑，所以我和上了小局的关了后，无随随倒转来，我就是为你走去江南一抓。虽然我无去记着刘老英雄，不过我要将消息探听出来。6甲3个公主，拢要去住伫江南的所在。所以刘松天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事到如今，我只好对你言说，要不过楚老英雄，你还答应在后，绝对袂会对任何人泄露半句。人格保证，我绝对无我对第二个人讲。楚老爷，神父的名叫。不感动啊！哎，胡公主，怎样安尼？这场行兵的计划书原本，你准备什么时阵要搁家提倒转去原？行去老大知影，愈紧是愈好。对，要无这件事就交予老虎来做。有影的。好公主，这件事若予你做，万一叫去老大知影。敢是整个计划会变成病，假使让老虎来做，不幸叫庆老大发现，牺牲也只不过是我，会影响大局。你讲对？